又要做生日期了。你又站草了。对，那个已经开始轮到我了哈。这是我今天带来的第2首歌曲。我们阿美族的老人家很喜欢吃东西的时候，加一种东西叫 denas， 跟我念一遍 denas。denas， 不要放感情 denas。有点法文的感觉。denas 就是什么叫 denas 呢？比如说盐巴粘起来，这个叫 denas。然后那个辣椒水，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瓶的辣椒，整个都是辣椒的那种辣椒水加一点酱油，那个也叫 denas。反正就是老人家很喜欢吃那种很呛辣的东西，wasabi 也叫 denas。只要是配料主要那种都叫 denas。沾一下就对了。对，你就一定要沾。他如果不沾，他会觉得哇，像吸毒一样，给我吃沾酱这样，就一定要沾这样。对，然后看到那个，对，那就一定要沾了，对啊，就叫 denas 这样。然后他们就发明了这首歌叫 denas 歌，叫沾酱歌，对。然后就唱这首歌给大家听。如果哪一天到部落的时候，到阿美族的部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摇摆这首歌了哈。我讲完了。好，德纳斯。对。德纳斯。好。不小心咬到舌头了。德纳斯啊。太明显了。德纳斯。好。阿美族的男生很会抓鱼。阿美族的女生很会拿那个。阿美族的男生很会射陷阱。阿美族的女生很会拿藤心漂亮。喜欢的。又 solo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鼓手老八号 solo 就这样。不要小看这 solo， 他有个实力。欢迎。一起来。